耶和华的圣名哪，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主你的子民。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使我因的话语，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使我因你话语，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因为你是蛮有能力的主。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
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有主在我里面活着，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要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们一起举手来说，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一起在荧幕的面前将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在圣经中的应许说到，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有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神对你的心意是要使你尊贵，是他要搭救你，他要与你同在。如果你相信的话，当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你就能够再一次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唱这首诗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的爱不会与你隔绝，因为他如此深爱着我们。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深爱着我，是加上永恒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高深，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爱的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永恒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此时此刻，不管外面的风雨如何，不管这个疫情如何，不管我们今天白天我们遇到哪些事情，我们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的风波，多少的苦难，多少的逼迫，多少不能了解的事。但是主，今天晚上就在此时此刻，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我们在哪里。主啊，你的灵在哪里？主啊，哪里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你，那里就是主你的圣殿，那里就可以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就可以来奉主你的名来祷告，我们就可以来说，主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主啊，你知道我们，主啊，你就来教导我们祷告，主啊，你让我们来看见，主啊，你让我们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你让我们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主，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的宣告不是空空的嘴巴说的而已，主，我们不是说高兴的，主啊，我们的宣告是大有能力，因为主，你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主啊，当我们宣告出来的时候，或许我们的身体，或许我们的心力，主啊，或许我们整个人还没有在那个对的位置上，我们还没有那个符合你的心意，但是主啊，你就是有怜悯，主啊，你就是恩慈的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总是有办法来帮助我们再回到那个恩典的位置上，那个位分上，那个身份上，不论我们今天已经飘到哪里去，甚至在那罪恶当中，甚至在那个已经被魔鬼给辖制中，但是主啊，当我们跪下来，当我们呼喊主你的名的时候，主啊，你就来保抱我们，因为主，你就是定义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论是生，不论是死，不论是困苦患难逼迫，不论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叫我们跟你的爱来隔绝。
主啊，因为你就是爱，你自己就是化成那个爱，主啊，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愿今天我们的祷告会，主啊，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主你的名，因为主你是唯一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礼拜3晚上8点，我们的主跟你我都有个约会。在这个祷告会，迦南教会礼拜3的祷告会，我们就是有一个心志，是今年神所特别赏赐给我们的，就是在礼拜3晚上的8点，我们的主要透过他的名，而他的名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可能忘记。但今年2021年就是这么奇妙，神要唤起每一位，叫醒每一位，要兴起每一位主的儿女们，甚至于你可能还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主已经先爱你了。今天神要我们再次来思念神的名，用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用这些神的话语，真的是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引导，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这些话语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的名，我们的主的名是唯一的名。什么意思是唯一的名呢？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它是放在那个这个所谓的定冠词，大部分其实就是说它是放在那个圣殿，所罗门的殿是神的名，是放在那个地方，是他的子民祈祷，并且蒙垂听。不是只有祈祷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祈祷只是自言自语，我们只是感觉良好，我们只是自我暗示我很棒，我很好，我可以怎么样，那很抱歉，那很可能是短暂的，一时感觉很好，但它却是不一定会到，确实会感觉舒服，但那是安慰剂。就像疫苗，我相信你所打的这个 COVID-19 的疫苗，你不希望你打到的是安慰剂，你希望打到的是这个可以在你真的困难的时候，可以降低你变成很严重的，是可以帮助你抵抗这个病毒的。所以我们的主的名是这样的哦，它不是安慰剂而已哦，它是可以安慰你没有错，但它比安慰剂更大。就是他是全方位的，他是全能的，所以耶稣祷告求父神借着他来荣耀神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独一的神独一的名。神独一的名，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是有怜悯，主怜悯你，因为我们是需要主来怜悯的。主啊，我是人，主啊，我只不过是草，在圣经旧约说我不过是草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草真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但我们的主竟然爱我们，让我们是按照他的形样所造的。更甚至有诗人说我们不过是虫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虫，因为虫一生有的很短，但是神保护我们，而且不是这样而已，不是消极而已。我们的神是积极，更祝福我们。所以这些是坚定的应许。我们今天就要来领受这个。我们只要爱神的名的人，这是一个礼物。那我们爱神不是只有嘴巴挂在嘴巴爱，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用行动来越来越像神，那么我们就是很直接就领受神的赐福。这个礼物就不会这个拐很多弯，这个礼物就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上，还叮咚叮咚叮咚一直收不到，因为我们不在家，我们已经去到别的地方去求告别的名了，别的神的名，我们已经忘记神了，好不好？我们今天专心来求告神，因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他不是要看我们在困境里，而是要让我们在那困境中，我们的信心的膀臂更被锻炼。他会让我们的失败真的是成为一个垫脚石，而不是一个障碍物，而不是一个障碍我们的一个石头，是让我们慢慢的生命中可以更多的垫高。爱主的名的意思是我们要活出他的性格，像音乐牧师刚刚讲，我不是只是靠一张嘴巴而已，我们要信靠，就是赖在主的身上，神带领你到哪里，你就愿意顺服带领，顺服神的大能。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主啊，我就顺着你。主啊，我需要你的爱，虽然我现在好像爱不够，我好像没办法去爱别人，但是我顺着主，主让你来爱我，以至于我可以爱别人。让神这个信实的因着我们活出来，我们活出那个样子，就是神是一定会，他的应许一定会到，我们活出那个信心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的经文要读到所罗门他建好了圣殿，他要来带领我们看他怎么祷告，我们就跟着要怎么样来祷告。当然诗人他所说的这个大卫是所罗门的爸爸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来领受神的应许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先来领受神的应许哦。好，来请。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主要高举我们，因着主的名。当然我们要先来高举我们的神。你知道神的名吗？你知道神的属性吗？除了刚刚音乐牧师说的，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神是耶和华以勒，是旌旗，是沙龙，还有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一起再来领受哦。来，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用神的名，他是荣耀能力、圣洁、保护、信实和爱一切的名，我们来求告他。我们的主要来行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在台湾，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手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1、2、3，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大卫的话以及这个所罗门的话，主啊，你再次来坚固我们，因为主啊，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的人的心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常常就是忘了你，但是主，你不会忘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在那个过去的时日里，主啊，人们会忘记你，特别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主啊，从亚伯拉罕，主啊，以至于到约瑟，以至于到摩西，主啊，甚至到约书亚，主啊，以至于主啊，沦落在那个事实里面，主啊，你自己就是来救拔，因为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次想起主啊这个历史当中，特别是在旧约历史，主，我们就满心感谢你。
主啊，因为你的名不因为时代的改变，不因为时间过去，而主你的名就过去。没有，主你仍然守约施慈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那说得到就做得到的神。主啊，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主啊，每一次我们来呼求主你的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精神就来了。主啊，我们每次想起你的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信心就加倍了。主啊，不是因为那个好像是魔咒，主啊，我们所呼求你的名不是魔咒，乃是主我们真实的。我们每次屈膝，主啊，我们谦卑起自己的时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人算什么？主啊，你竟然垂听，竟然怜悯。主啊，你竟然照顾我们。主啊，你竟然兴起我们跟你来同工。主啊，你唤醒我们要起来祷告。主啊，你要我们在你的圣殿祷告，在每一个奉你的名的地方一起来祷告，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主啊，不是你不能，乃是主你怜悯。主，你邀我们跟你一起来经历这些神迹奇事，以至于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历史的长河里面，主啊，我们这一点点一滴滴，像水一滴水一样，竟然在你生命的长河里面，主啊，我们有份。谢谢你看顾我们短暂的生命，连接在你永恒的里面，以致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谁？我们是谁？此时我们要怎么做决定？将来的我们要怎么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要来感恩，跟我们要来认罪，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大能的名，我们要来赞美他。但是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仰望神，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随着所罗门他所盖好的这个圣殿，他怎么样来赞美神，怎么样来认罪？好，我们一起来领受，预备好了，来，请。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2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主里。”因为神他应许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来感谢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应允，现在就答应我们就应验，不是，而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主啊，你已经听见了。就像8岁的孩子说：“主啊，恳求你让我快快长大，我要出去上班工作。”但是我们的主还是让这个小女孩等了10几年。但是这小女孩8岁，她已经听见主跟她讲：“我听见了，孩子，孩子，我听见了。你只要每天好好的长大，好好到神的面前，你就有勇气，你就有力量长大，再走前面10几年的路，你就会到20几岁可以上班来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困难也一样，主已经垂听了，但是时机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但我们没有忘记神的殿，愿我们可以来认罪，求神赦免。我们误把神当作是那个小叮当，我们误把神当作那个阿拉丁，我们误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奉主的名怎样，主你就马上要跟我应验，不然我就不给你来祷告会，不然我就不给你来礼拜。求神来赦免，好不好？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我们也来认罪。我们一起吧。
一起开口。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一次透过所罗门他所造的圣殿，再次来告诉我们，主，你已经听见，主，你特别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主啊，你看到你的仆人大卫，他恳求要来建这个圣殿，但是主，你没有那时候就应验，因为主，你有个时机，因为大卫的手都沾满了血，主啊，他是没有办法来盖这个圣殿的，你要大卫来等候，主啊，我们也是要等候，但是主，等候是何等的难，以至于主在这等候当中，主啊，我们就忘了你；等候当中，主啊，我们就这边捶胸；主啊，我们就骂你，甚至主，我们误会你；主，我们以为主你已经不在了。当人问我们说你的主在哪里呢？主啊，我们就吓坏了。主，我们以为你不在，你没有在那苦难中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的小信。主，谢谢你给我们每天够用的恩典，谢谢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主，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我们共同与你连接在一起。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肢体。阿们。主，当我们很多的时候，主，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误用了主你所赏赐在这恩典当中的自由。主，我们看不清、看不明白，甚至不愿看见主你的心意。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被主你鉴察，而我们自己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的黑暗。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要恳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如同你的话语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主啊，在这个疫情的时代里面，我们更需要求主来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事对我们的生命有长远的益处，对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对我们周围的社区有长远的益处。主，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恳求主你的恩典，特别临到在台湾的这些政府当中。主啊，求主你真的是鉴察我们的心，叫我们判断但不论断，叫我们看见主你心意里面那纯全善良被主你喜悦的行动。主啊，恳求主你来带领台湾百姓在这个时刻里面。主，我们真的是要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我们的小信，承认我们在言语上的罪。主啊，我们更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很多的时候偏离了主你的话语，偏离了主你原来要我们爱人的目的。主啊，恳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在这个祷告会的当中，主啊，你兴起你教会的儿女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所求的事情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唯有主你已经鉴察万事，叫那属灵的人能够晓得，能够明白，回转过来。主，我们就要经历在你话语当中的应许，因为主你按着你的名来认识我们，主你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更认识我们的生命，不认识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主啊，你也赏赐永恒的盼望在我们当中，叫现在好像活在那恐惧当中的人，好像活在那控告当中的人，好像活在那盲目当中的人。主啊，奉主耶稣的名捆绑这一切不属神的心思意念，不属神的论断，不属神的控告，要离开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我们的心再次与你靠近，让我们就像我们的祷告所说的，要赖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的信心不足，
但是主，你却是信实的，你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让我们有信心，你让我们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说，我们持续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恳求主你来保守弟兄姐妹，真的是天天领受主你的爱，使我们有从你来的信心能力来回应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许多需要福音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要来守望来祷告，特别是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在这个我们当中，我想这个国家是我们每天2点都会打开电视、打开媒体，我们都会关心的。所以求神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主的圣名的名字，因为我们要来荣耀，要来高举，要来宣告，要来赞美主的圣名，也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荣耀主的名，使别人可以经由我们所行出来，我们活出来的，真知道主的名是饶恕，是平安，是医治。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教导、跟话语、跟应许。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妄称耶和华的名是第几诫？10诫里面的第3诫。妄称耶和华名，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口跟你的心跟你的行为是不一的。也就是说，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对你有信心，你是信实的神，但是我的行为却是非常的害怕。主啊，你好像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叫要妄称耶和华名。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我要是成为你的儿女的那个圣洁，但是我的身体却不是，我沦落在那个罪恶里被辖制。主啊，我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我的口、我的心跟我的行为，跟我所相信、信赖的神是不一的，心口不一。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的国家在危难当中更是这样，谎言每天在电视里面就是骗。求神来帮助我们，也为国家来祷告。危难中我们认罪悔改，也为疫情当中感谢我们有这些的恩典。虽然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有信心吗？神成为我们的保证哦。也求神的平安来代替我们心中那个恐惧，我们真正活出我们所宣告的。我们不心口不一，我们怎么相信我们所活出来就靠上去，神就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执政掌权者真是能够有智慧面对挑战。假新闻论断不断，求神来帮助我们洁净，神洁净这一些，让台湾神的合神心意，防护跟医护人员的体力跟医疗的设备等等的量能，以及确诊者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因这疫情当中有失丧的，也求神来安慰。有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此时此刻就是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在5点多的时候蒙主恩召，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不方便，不是这样而已。主啊，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安慰扶持这些家庭。我们也为疫情生活经济困难受到冲击的人民跟商家，更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一群神所兴起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站在破口守望祷告，并且让此时此刻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就从你跟我祷告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我们举手，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请哈利路亚！主，你是万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是台湾的主，主啊，台湾若是没有你，主啊，我们台湾有这些疫苗也都没有用，主啊，台湾若是主没有你的救恩，主，我们靠谁都没有用，主啊，你恳求你来拯救我们，主啊，你就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啊，那个
那个不真实的、那个谎言的，主啊，那个我们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义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愿我们的台湾，主啊，从你的儿女们先起来，主啊，你先兴起你的儿女们，主啊，活得像一个有上帝的人。主啊，愿我们活出来，就是主你掌权的地方。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求神你也赐给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主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愿意与主同行。主啊，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但是主你认识他们。主，我们恳求你，主啊，因着主你的名，亲自来带领。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起来祷告，起来与你一起合作同工，从祷告中看见神的国度与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用祷告堵住各样的破口，不凭己意，谦卑的让神掌权。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恳求的声音。你是中华民国的主，是台湾全地的主，求你亲自护卫这地，拯救你的百姓，从灾病、死亡、困苦、恐惧中出来。求主的医治与平安临到台湾全地，引导我们的总统、中央及地方政府、疫情指挥中心，在疫情疫苗的各样决策上全然做出正确有效率，以人民为福祉优先。面对纾困措施及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求主保守看顾，使有需要的人及产业都能得着帮助，特别是穷困者与弱势的家庭能够得着资源与支持。阿们。也要特别为医护及防护人员疫情中面对极大的压力，也面对着体力及面对患者情绪等各方面的挑战。主啊，求你赐下保护给一线的医护人员、防疫人员及各级医院当中，也保护医护及防疫人员靠主得力，赐福医疗系统人力各样的资源没有缺乏。主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台湾是耶和华神乐意居住的地方，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有福的。台湾是一个绵羊的国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能以国家身份听见上帝声音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胜过黑暗权势的国家，成为敬拜的领航者，成为祷告的守望者，成为祝福全地的出口。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我们继续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他要垂听你我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哦，来，请。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好大的应许。如果你等一下结束祷告会结束，我邀请你来看列王纪上第8章，你会看到从12节一直到29节，你会看到有7个应许，你还会看到有7个大卫的名字。刚刚我们读的更是我们可以来祷告的，也为万邦不认识神的，好不好？我们就用神的名来祷告，一起来宣告。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在疫情之下，教会各个教会，我们灵命更新，我们成为社区福音的出口，也在线上礼拜和小组要同得他们牧养跟火热服侍神。在肢体之间，我们更是要来扶持主啊，在施打疫苗这些的副作用，主啊，求神来怜悯，让这些副作用降为最低，甚至到零，身心灵都可以健壮，家庭亲子的关系可以亲密，让我们在防疫期间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经济难关。孩子们在家学习能够有效能，让他们知道自主自学，能够自律。就业就学的青少年，他们有方向，积极的能够晋升个人各方面的才能，全力以赴，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容神一人，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为我们的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竟然来兴起我们，主啊，你的儿女，主啊，不过是人，但是你给我们权柄，可以来为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主啊，你看见在疫情之下，主啊，人真的是很无助，主啊，你看见我们暗夜中的哭声，主啊，你看见我们那个颓废的心，主啊，当疫情让我袭击而来，我们以为我们没希望了，但是哪里知道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愿我们的有限的生命，主，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我们都能够定睛仰望在主。主，恳求你亲自扶持那些主啊呼喊你的名的，主啊，恳求你也成为那个不认识你的，他们的呼喊让你的儿女们也听见。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左手跟右手，主啊，让我们就走到他们的当中，让我们宣传这一位主是大能的主，但是这位主也是与他们同苦同患难的主。主，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道成肉身，因为主你钉痕的手带来完全的医治，带来完全跟人跟神跟自己的复合。主，你也成为我们的引导，主，你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支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全然依靠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满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保守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要说，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要能够靠主喜乐。全球都在疫情笼罩之下，有许多人担心、害怕、失了嘴。我们要宣告神的名大过那些所令人担心受怕的。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救赎。哪怕是经济的问题、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不能如常聚会的问题临到我们的面前，都不能夺去神所赐下的喜乐。唯有神带领人的生命能够找到出处。在我们所爱的肢体当中，个人有不同的挑战，我们晓得神陪伴人一同承担，你绝不轻看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为教会祷告，在疫情当中站立好神所给教会的使命。神，你继续在做新事。我们看见许多小组被兴起，建立线上小组，也委身在教会的直播礼拜当中。我们不停止火热，我们不停止跟随主。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要走到更为美好的境界。我们要说，疫苗是辅助，神是我们永远的帮助。在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就业环境也是如此。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要惧怕谁呢？依靠神，我们不惧怕；依靠神，我们有喜乐。
哈利路亚！我们要把赞美归给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靠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要来宣告，神给我们当中的应许哦。举起我们的手来领受，来请。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恳求神，让他在每一件事上，主所做的一切的美事，都要得着荣耀。我们继续来宣告，请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一起，当你在夜间软弱时，请呼求神的名。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在困境中呼求神的名，以得到帮助。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能够蛮有能力，是因为我们倚靠这位神的名。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座位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能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用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盼望，谢谢你活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勇敢的站立，从这里，从家里出去到这社会，出去到社区，出去到每一个的地方，主，你就成为我们的主。主啊，愿我们能够见证你的名，成为光跟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临到每一位凡有耳所听的，还是宣告信靠你的名。愿天父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主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圣灵，保护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病毒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你来做主，主啊，我们就有十足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里，愿主来赐福你们平安，晚安，平安，平安，我们下礼拜见。